英国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将在伦敦成立一个独立的法庭，调查中国政府被控在东突厥散侵犯维吾尔人权是否构成种族灭绝或反人类罪。这位人权律师是曾经领导了对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什维奇因巴尔干战争而受到的起诉，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过的杰夫里尼斯。他因世界维吾尔大会的请求来调查针对维吾尔人的持续暴行和种族灭绝。这个法庭将于明年举行几天的听证。虽然法庭的裁决不具法律约束力，不过尼斯说，这个过程将以可信的信息填补在这方面缺乏行动的空白。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反恐和维护社会治安为由，对维吾尔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镇压。尼斯律师3日告诉美联社说，针对中国可能犯有种族灭绝的指控应该受到质疑并得到答案。他说，目前最强硬的证据是有关大规模拘押以及强知觉狱的证据。博尔顿的工党议员、英国议会维吾尔人权党议会小组主席亚瑟明·库莱西告诉《拜伦时报》，中国政府拒绝了他最近与同事一起拜访东突厥散的要求。他说，如果中国真的没有什么可隐瞒，那就没有理由让他们不允许联合国立即不受限制的进入。他表示，他的持续抵抗和拒绝合作仅证实了我们对东突厥散最深切的恐惧。证据很清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已建立了规模最大的拘留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拘留营。中国内蒙民众近期发起大规模集会，要求当局撤销9月1日在全自治区推行的所谓双语教育模式，恢复原来的教学模式，但官员拒绝让步。另外，当局将此次民众抗议内部定性为受境外势力煽动。当地警方发布协查通告，指8月31日该区发生寻衅滋事案，敦促涉案的129人投案自首，还贴出了每一个人疑似在事发当日被拍到的大头照片。9月1日，学校发了教科书，家长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是除了以语文书为名的教中文以外，音乐课原本是用蒙语教的，但教科书变成了中文。还有小学初中的蒙古语文课的内容进行了很大的改动，歌词热爱蒙古文化、故乡都被删除。业内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哈萨克斯坦在7月和8月大幅削减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因该国根据全球产油国供应协议减产。7月，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原油出口从6月的98865吨降至12100吨，为3月以来最低水平。截至8月份，出货量仅为1万吨。交易员说，2次中国病毒封锁后，国内燃料需求正在恢复，这进一步清除了可用于出口的原油数量。且经由俄罗斯向西方出口的石油相比，出口中国的原油的利润较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星期四将6家位于伊朗、阿联酋和中国的实体列入被制裁的实体名单。美国政府认定这6家实体参与避规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支持之前被制裁的众享石化有限公司继续参与出售伊朗石化产品。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5家在知情的情况下从事与伊朗石化产品有关的重大交易的实体实施了制裁。国务院还制裁了被制裁实体的首要高管。最新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1家总部在上海，其余在香港。这些实体包括上海智航传播管理有限公司、中能航运香港有限公司、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金浩科技有限公司、丁林有限公司。